美國白宮喺4月18號推出介紹新型冠狀病毒嘅修改版網站。修改後嘅網站首頁可以見到美國總統特朗普企喺實驗室同洩漏嘅兩個英文字之間。白宮喺內文提出5點，講明新冠病毒點解係源自中國實驗室洩漏。之後又批評上屆政府嘅公共衛生官員經常通過傳遞矛盾信息、缺乏透明度嚟到誤導民眾，又透過妖魔化相關嘅說法，企圖脅迫並且控制美國人民喺健康方面嘅決策。網頁又寫，當上述企圖失敗之後，拜登政府就同世界上最大嘅社交媒體公司聯手實施審查制度。特朗普政府仲一度將矛頭指向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前所長福奇，指佢推崇新冠病毒自然起源嘅講法。白宮亦都批評世界衛生組織，話佢喺應對疫情方面徹底失敗，因為佢屈服於中國共產黨嘅壓力，將中國嘅政治利益置於佢嘅國際責任之上。